喺呢度啊，邊有可能啊？真係個箭嘴係指你呢邊㗎。行咗3次啦，我哋。 Happy Trouble，你好啊，喂丁丁。丁丁，仲唔想去？因為我又揾唔到路咯，我哋一直喺度諗緊嗰邊定嗰邊。唔緊要，呢個屋村我成日嚟探訪嘅，我帶你哋行。Let's go。嗱，都話呢度啦。信我啦。我信丁丁。好似係呢邊係嘛？喺一棟樓係。丁丁啊，我哋咧都未做過家居探訪，唔知道點樣同佢哋溝通好喎。嗯。其實以一個愛心、關心嘅語氣啦，同啲同理心嘅方式，同你以當朋友咁傾偈就可以㗎啦。早晨，偉坤，又見面啦！我帶咗2位朋友嚟探你啊！你唔好睇丁丁有身體上嘅限制，其實係好叻㗎，又熱心，仲成日鼓勵我，叫我正面啲諗嘢，咁生活都可以開心啲啊嘛。喂，丁丁，嚟緊 AVS 會有個全民行義計劃啊，不如你都一齊參加啊！一定參加。過往我參與好多義工服務，喺過程中義工們彼此支持、彼此幫助，我感受到人人平等。喺嚟緊嘅 AVS 全民行義計劃，我希望多啲殘疾人士參與，享受做義工樂趣，貢獻社會。我哋一齊參與 AVS 全民行義計劃啦！ AVS 全民行義計劃招募殘疾人士加入義工行列。喺活動過程 ，AVS 會提供合適支援，等你能夠發揮所長，服務社群，一齊創造傷健共融嘅社會。立即行動，展開屬於你嘅義工旅程。